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约翰福音第41天的共读，我们邀请高曼双干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感谢你全然的摆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使我们能被赦免，与跟上帝和好。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圣经共读的时间里相聚在一起。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与话语中更认识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只看见眼前的艰难，而是定睛于你得胜的事实。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谢谢。今天是星期五，是受难日英文叫 Good Friday。那讲到耶稣他的受难之苦路，还有他的钉十字架，那还有被放到坟墓当中。那在马太福音的27章整章，还有马可福音的第15章，还有路加福音的22章到23章。还有约翰福音的18章的28节到19章，那可以看到这一段耶稣在受难日的记载。那我们昨天看到耶稣在第18章，在受到公会还有大祭司的审问，然后又送到了比拉多前。那虽然没有记载到犹大王的希律的面前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呢，都在夜间发生的，所以这是来到了星期五。那也从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到，从夜间最逾越节的晚餐到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接着被逮捕到亚拿的家，还有盖亚法的家，然后再到这个比拉多的总督府。那后面还会继续的，就是去到这个各个他，就是今天要看到的经文在圣殿的北边的山丘上，那也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请曼双带我们来读19章的第1节到第5节。于是比拉多命令把耶稣带去鞭打了。兵士用荆棘编成一顶冠冕戴在他头上，又给他穿上紫色的袍子。他们上前对他说：“犹太人的王万岁！”然后赏他耳光。比拉多又出来对群众说：“好，我带他出来，让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名。”于是耶稣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色的袍子。比拉多对他们说：“瞧这个人。”那比拉多有跟耶稣之间的对话呢，还有他对耶稣的态度呢，一直是在反复当中。那他不想要淌浑水但是他却成为历史上永远被记住的名字。那他兵士也羞辱他，所以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穿上紫色的衣袍，然后又用鞭子打他。那恭喜他，嘲讽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但是这个鞭子呢是九尾皮鞭在这鞭子的后面呢都有铁块，所以一鞭下去呢就是皮开肉绽了。那所以在这一段的记载呢，在这个梅尔吉伯逊岛的这个受难记当中呢，就有很清楚的描绘那在犹太史书也记载，囚犯被打到了皮肉变成酱肉酱这样子，骨头都露出来。所以这也是受到可怕的这个刑罚。好，那再请曼双带我们来读6到11节。曼双麦克风可以打开。曼双的麦克风没有打开。Hello，曼双，你的麦克风没有打开。那我先来读
第6节，那些祭司长和圣殿警卫一看见耶稣，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带他去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名。群众说：我们有法律，根据那法律，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命为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听见他们这样说，更加害怕。他再一次进总督府内，问耶稣：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耶稣没有回答。比拉多对他说：你不回答我吗？你要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耶稣说：只因上帝给你这权柄，你才有权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他的罪更重了。那耶稣这些祭司长和差役呢，不能接受耶稣只有被用九尾皮鞭打这样子的结果，他们真的就是一心要耶稣死，死得透。所以他们一心一绪的跟比拉多来施压。那比拉多认为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部分，那该给予的这个惩罚也已经完成了。那但是犹太人呢，他们说要按照律法，那就是利未记24章16节，亵渎耶和华名的要被治死，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比拉多呢，他却心有这个心里面还是会担心，那他觉得呢，他这有可能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就算这些犹太人他们听见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神的儿子呢，已经把他们的名声地位呢，都压下去了，所以他们容不下这个一粒沙子，甚至是神的儿子也不容许他继续在这里。所以比拉多又和耶稣又再次进总督府。那昨天有交代，因为是在逾越节的无酵节的第一天，所以他们不想要沾染这个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他们都在外面院子里面就是吵杂。那所以比拉多不满呢，对比拉多的判决不满，所以比拉多又把耶稣带进来。所以总共比拉多呢举棋不定了，这样一出一进一出一进，那前后有7次。那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那看到这样比拉多和耶稣进进出出，但是虽然进进出出，还是有和耶稣对话。比拉多对耶稣说：你究竟从哪里来？但耶稣不回答。比拉多说：我有权办你，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公会要借重比拉多的原因，就是他们希望这个透过比拉多来把这个耶稣用极刑十字架的方式。但耶稣却回答说：这权柄呢是因为上帝给你，你才有权办我。但把我交给你那人，他的罪更重。那人是第三人称单数，那是指犹大呢，还是指大祭司该亚法呢？那看前后文应该是指这个大祭司他的罪更重所以大祭司他是要替百姓来赎罪，那他自己要洁净自己。但是这个大祭司呢，带头犯罪来定死神的儿子，要预谋要杀他。好，那再请曼双代表来读12到16节。比拉多听见这话，欲想要释放耶稣，可是群众叫喊说：你释放他，你就不是皇上的朋友，谁自命为王，谁就是皇上的敌人。比拉多听见他们说这样的话，就带耶稣出来，在名叫17节，希伯来话叫加巴大的地方开庭审问。那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正午。比拉多对群众说：瞧你们的王！他们就喊叫：杀掉他，杀掉他，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问他们：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们回答：只有凯撒是我们的王。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比拉多在这里约翰有描述比拉多越想要释放耶稣但是呢，当他越这么做的时候，群众就越给比拉多压力。你若释放他，你就不是皇帝的朋友而谁想要当王就是耶稣自命为犹太人的王，就是皇上的敌人。所以比拉多知道这是一个宗教上的问题但是呢，这些公会呢一直用政治上的问题来办耶稣那比拉多听见他们说，就把耶稣带到石器街希伯来话叫加巴大那来开庭审问所以本来比拉多只是要这个谈一谈然后处理就结束现在呢要开庭了那这个石器街和合本翻成铺华石处，意思就是石头路那应该就是在圣安这个安东尼堡之内，也就是比拉多的总督府内那加巴大合本翻成二巴大，就是乌贝那它可能是一个凸起来的地方那现在去圣地呢耶路撒冷也可以参观这个铺华石路是在这个地上呢就是有这些石头那是不是耶稣那时候被受审的地方呢那不尽然那但是就是有一个参考参照让我们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样子那就是耶稣呢就是公开的在台前那比拉多就坐在庭上这样来审问那一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约在正午那在原文是第60如果是按照罗马的算法呢是早上6点那不是中午但是我们看前后文的记载呢就是鸡叫以前彼得3次不认耶稣然后才开始去到比拉多的总督府那比拉多也在这里有7进7出那所以也不可能现在呢就是正午就是早上6点因为中间还有去见过了希律王所以中午其实是合理的那比拉多呢就开庭审问那这些犹太人呢也进来在这个有点像是法庭上说比拉多对他们有点讽刺说瞧你们的王就是 look 看呐这是你们的王但是他们越听越气又是这句话惹起他们这个宗教律法上的这个怒火那他们呢现在就直接喊杀掉他杀掉他把他钉十字架那比拉多呢又趁机的揶揄他们你要我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祭司长们回答只有凯撒是我们的王所以这个祭司长呢大祭司复数可能连亚拿该亚法或是他的这个亚拿的儿子们呢前后的祭司长都来了所以说只有凯撒是我们的王所以这时候讲得很好听对国家对政府的效忠但实际上呢通通都是要解决他们眼前在圣殿的敌人于是比拉多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在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都有讲到他们的王呢虽然是人民自己要求的但是撒母耳说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你们的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一个信仰上是只有神能够做上帝百姓的王那但是呢比拉多呢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比拉多就在人民的面前洗手你们的罪与我无关了那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来说把这些罪归在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那比拉多在历史上呢有记载有2次的失误一次就是他把罗马皇帝的肖像放在军旗上而开进耶路撒冷引起群众的抗议这个这些犹太人呢不是很好搞定的所以他们玷污了神玷污了圣殿这都会引起暴动另外一次呢是比拉多要为耶路撒冷建立新的供水系统而去动用圣殿的现金又让犹太百姓不高兴产生抗议
那造成重大死伤。所以比拉多已经有累积民怨2次的经验，如果这一次呢又假耶稣这个事情呢，又没有处理好，那就会被向上呈报。我们知道后来比拉多也是被免革职啊，这是在后来所以呢，他这时候不敢违逆众人的意思。好，那12节说，你释放他，你就不是皇帝的朋友啊。所以这一群犹太公会祭司长们，他们也很知道比拉多的心里的害怕，所以一直给他施压。好，那最后比拉多就选择了这个不要真理，那就是他一个总督罗马法律，以当时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自称。那罗马的法律呢，其实也是不断的进步啊，比过去的法律进步，但是这也象征这个世上的法律呢，跟神的这个犹太人的摩西的律法呢，其实都还是受到人的影响啊。好，那再请曼双再来读17节和18节。耶稣出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了独楼冈，希伯来话叫各各他。在那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另外还钉了2个人，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好，谢谢。好，那这个独楼冈呢，就是骷髅头的意思。好，那它希伯来话叫各个他。好，那另外还有2个人。好，所以我们会看到都是有3个十字架。好，那耶稣呢在中间，那其他一人一边。那按照罗马的惯例呢，这些囚犯，特别是被钉十字架，他们要有百夫长游街示众就是要警告人民不可犯同样的罪。那犯人要自己背着拖着十字架，横梁柱，往刑场。所以有一根是立好的，但有一根横的呢是自己要拖的。那因为耶稣呢受到严厉的鞭打，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走完这条苦路。那在马太福音27章有记载，是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呢来替耶稣来背负。好，那也看见耶稣的体力的消耗。那各个他是在罗马政府的刑场，离耶路撒冷的城墙外不远。那在今天的圣墓教堂，这个墓是坟墓的墓。好，那各个他是亚兰文，就是骷髅头。好，那也叫加略山，那就是来自于拉丁文。所以有人去画出这个各个他呢，独楼山长得像骷髅头，不管是从正面、侧面或是高空来看那都是有一个骷髅头的样子。但是现在去看呢，不见得看得出来。好，那还有就是耶稣走这段的苦路呢，那也是一个在众人的排挤、嘲笑底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耶稣电影受难记当中就可以看到这段的记载是非常的详细，那非常的写实。那他们把耶稣带到这个刑场上呢，就把他钉上十字架。好，那这个钉的动作呢，就是要钉从手掌穿过去，然后2只脚要从脚掌要重叠，然后钉过去。所以用了3根很粗很重的钉子。好，那这个每一个钉子呢，都代表耶稣为世人的罪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所受的刑罚。再请曼双再来读19到22节。比拉多写了一面牌子，叫人钉在十字架上，牌子上写着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许多人看见这牌子上所写的，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城不远，而且这牌子是用希伯来、拉丁和希腊3种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对比拉多说：“请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这个人自称为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回答：“我所写的不再更改。”那这个牌子呢，就用3种文字。好，那虽然是写
圣经是说希伯来文，啊，不过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好，他们已经没有在用没有希伯来文已经被政治上的这个因素呢，好，给它冲淡了。所以他们用的其实是亚兰文哦，好，这是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的母语。好，那希伯来文是他们后来复国之后才又恢复的。那拉丁文、希腊文，好，所以呃，这个是一个公告，也是一个公文，就在这个十字架耶稣的头上的名号。好，那亚兰文是犹太人用的文字，罗马文呢，好，就是拉丁文是罗马政府用的文字。好，那希腊文就当时世界好在通用的语言呢，好，是从希腊帝国的影响力所留下来的。那虽然这个罪状叫犹太人的王，好，但是对这些要定耶稣十字架的犹太人，他们觉得非常的刺眼，好，那就是坚持要把这样子的牌子改掉，好，但比拉多呢，好，他已经不想要再理会他们，好，因为他已经答应他们的要求，好，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释放巴拉巴，好，所以他也说他写的不再更改。好，所以这也弄巧成真了，好，那就是真实显出耶稣的身份，好，其实是一个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人家对他的标签，好，但是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好，也是世界的王，好，是世人的王，是万王之王。那再请曼双他们读23到24节。兵士把耶稣钉十字架后，拿他的外衣分为4份，每人1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件内衣没有缝线，是用整块布织成的，所以兵士彼此商量：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抽签看谁得着。这正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内衣抽签。兵士果然做了这样的事。那这里有记载，就是耶稣的衣服呢被分了。好，那约翰福音看有记载，就是4个人来分他的一件衣服。好，但是一件衣服，好，有人认为这件衣服呢就是材质不错，好，也不是外面紫色的袍，好，是耶稣里面的衣服。好，那是耶稣受鞭打之后穿上衣服，还是他自己的衣服？不晓得。啊，这可能对这些士兵们来讲，哈，可能就他们额外的外快，好，所以他们呢就用抽签，好，以免把这衣服呢，弄破了，好，因为它是一片织成，上下一片，哦，那所以他们抽签的这个动作呢，也被约翰记下来，好，因为这是应验了诗篇的22篇18节。那和本是写他们就研究啊，好，研究，好，那意思就是抽签。诗篇22篇16到18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犬类围着我的脚二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好，那这诗篇第22篇，好，是一首预言诗，好，那也是大卫的诗篇，是大卫在痛苦当中对神的求救啊。好，那但是大卫是不是有遇过这样的事情？不然他怎么会写出这样的预言诗呢？好，那或许真的大卫也遇过，好，但是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啊。那再请曼双继续读25到27节。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的有耶稣的母亲，他的姨母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钟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瞧你的儿子。接着他又对那个门徒说：瞧你的母亲。从那时起，那门徒接耶稣的母亲到自己的家里住。那这里讲到4个女性，好，那所有门徒呢，跑的跑，逃的逃，好，最后来到十字架的时候呢，没有半个门徒，有4个女性，4个女性呢，有3个玛利亚，啊，一个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个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哦，那在这里呢，好，
在其他福音书没有，好，但是在这里记载了一段，好，就是耶稣好，他看见了好四个女性，好，但是他却把他的母亲玛利亚呢，交给了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哦。好，所以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好，要澄清的是，他并没有跑远，好，他还在现场。所以以至于他能够看到，好，这有四个女性在这里，而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好，讲了一句话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那门徒就是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了。然后从那时候，好，那门徒就接玛利亚到他家中去住了。好，那有人认为这个约翰门徒呢，就带着玛利亚。好，所以在五旬节，好，这个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好，玛利亚在当中。后来约翰，好，那他跟着彼得传道，那后来又去了以弗所，好，那也把玛利亚接到以弗所去。好，那后来约翰老了，被流放到拔摩岛，但是那时候玛利亚已经不在了，好，又从拔摩岛回来。好，那所以约翰活得比较久的用意呢，好，虽然他没有去外面好殉道，但是他一直在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是在约翰福音这里特别的记载。好，那这几个玛利亚呢，好，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好，约翰福音有这四个人，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母亲的姐妹，好，所以叫做阿姨。好，那在这个阿姨呢，好，可能就是萨罗米，好，然后还有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好，那马可福音呢记载的是萨罗米，好，那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啊。然后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是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记载的是三个女性呢，所以有可能这个雅各约西的母亲就是格罗巴的妻子是这样子来的。那所以这四个女性呢，好，四个女性呢，三个玛利亚，一个萨罗米。好，那比较特别的就是非常确定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其他福音书呢连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都没有记载，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下来在这里啊。好，那但是我们从这个萨罗米，好，是耶稣的母亲好的姐妹，好，叫萨罗米，好，所以是耶稣的姨妈。好，那有可能雅各约翰呢，好，就是跟耶稣有表兄弟的关系，好，是这样子推论来的。好，那这些人呢，好，约翰福音提到说耶稣的姐妹不提萨罗米，好，因为她也就是约翰自己的妈妈，好，所以约翰有可能刻意不要把她的名字给显露出来。那所以这个是在读约翰福音当中，可以看到很宝贵的资料。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好，那虽然没有像图这么这么美的画面了，但是耶稣也做一件美事，就是把他的母亲呢交托，好，那耶稣这时候才33岁半了，好，那交托给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约翰了，好，那继续照顾他的母亲。好，那还有约翰呢，我们看到他能够进出这个大祭司的宅院，可能跟他在做鱼，或是他家中有做鱼的买卖的生意有关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但也是一个猜测。那后来约翰带着玛利亚到了以弗所，晚年的时候呢，是玛利亚就在以弗所来度过晚年。好，那其他的使徒呢，耶稣的弟弟雅各呢，大多已经殉道。来读28到30节。耶稣知道一切事都成就了，为要应验圣经上的话，就说：“我口渴。”在那里有一个湖，盛满着酸酒，他们就拿海绵浸了酸酒，绑在牛膝手上的杆子上，送到他嘴边。耶稣尝过后说：“成了。”于是他垂下头，气就断了。
好，那我们说十架七言哦，好，那在约翰福音记载了两句话，一个就是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看你的母亲，好，另外一句话就是成了，好，成了，好，那就是耶稣他所有使人信神差他来的工作呢，好，人子得荣耀，要来荣耀父神呢，好，到这一刻他成了，好，那后面的呢就不是耶稣的工作，是圣灵，是圣父的工作。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啊。好，那这个是在其他福音书写的。好，但是耶稣也是把他，约翰也是用同样的形容词啊。好，所以耶稣在临死前，好，也是宣告他的任务，好，已经这个苦杯他已经彻底的喝，好，而且是一饮而尽了。好，最后再请曼双再来读31到37节。那天是预备日，就要到的安息日是个大节日。犹太人的领袖为要避免安息日有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去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受刑者的腿，然后把尸首搬走。兵士奉命去，把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头一个人的腿和另一个人的腿都打断。他们走近耶稣，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兵士用枪刺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来。这是亲眼看见这事的人可靠的见证。他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为要使你们也信。因为这是要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话，他的骨头连一根也不可打断。另外有一段经文说，他们要瞻望自己用枪刺了的人。那在预备日呢，这一天呢也是约翰福音特别形容，好，那在其他没有写，好，那这个预备日呢，就是指为安息日所预备的大日子啊，好，那其实已经进入的是这个除酵节，好，因为逾越节的晚餐已经过了，那后面有7天的除酵节啊，好，那除酵节呢也会遇到安息日。那他们呢，要避免安息日呢尸首留在十字架上，所以要加速这些犯人的死亡，好不，好要让他们可以早点去埋葬，好，所以就去要求犹太人呢，好啊，安息日他们一方面是他们不能够在外面走动，好，另外一方面呢，好，他们也是要确认耶稣是不是真的死了，所以要求比拉多去打断受刑者的腿哦。就是让他没有脚的力量可以支撑，而不是打断腿，是打断骨头，让他整个身体变得更沉重。好，那在这个十字架上就可以死得更快，好，那才可以搬走。好，那兵士就奉命去哦，好，那比拉多同意哦，那所以他们去，好，那把耶稣就把头一个人腿和另外一个人腿都打断，在他的旁边呢，好，那么在其他福音书有知道说啊，这两个人还在嘲笑，一个就是说要跟耶稣进入乐园，好，但是呢，这两个腿的确实被打断，可是当他们接下来第三个要打耶稣的时候呢，好，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啊。好，那这个打断腿的事件呢，好，也是只有在约翰福音当中才看得见。好，那这个呢，也应验了圣经的话，那这是来自于出埃及记的14章，好14章12章46节，民数记9章，还有诗篇34篇的20节啊。好，那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撒迦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好，那这些经文呢，好，就是耶稣，好，他已经成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断气了，所以没有人想到说耶稣怎么会这么快就断气，好，所以耶稣好，他要死，好，不是像人这样死，而是他真的宣告好成的时候呢，好，他的气就灵魂就交给神了，好，那所以如果打断他的腿了，那他的一根骨头好都不可折断，好，他的骨头就被打断，而且这个打断不是棍子打，是用铁锤打断哦，是用铁锤来打断。好，那所以刚才讲这些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是撒迦利亚书，好，那骨头不可打断呢，好，是出埃及记12章、民数记第9章、诗篇34篇。那血跟水流出来呢，好，就表示说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不再供应水，不再供应血液哦。
好，所以就这样开始脱水，好，然后这个水跟血就分离哦，好，所以他们用枪去扎，好，那他们扎的这个动作又在上面，好，所以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呢。这句话呢，也在先知撒迦利亚已经看到这样子的预言了。那这有一个括号，就是说看见这世人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说是真的，好，所以这个完全就在讲约翰他自己啊，好，他是亲眼看见，其他的福音书是说所有的门徒都不见了，好，但是约翰要跳出来澄清，他还在，而且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好，也交给他，好，所以约翰有2个妈妈，好，要照顾。好，今天的金句是35节，这是亲眼看见这事的人可靠的见证，他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我要使你们也信了。好，那是约翰福音。比拉多象征世人投机的心态，好，遇到福音、遇见真理的时候，我到底要还是不要？好，觉得对自己有益处的时候呢，好就要。可是呢，当遇到压力来的时候呢，又可以不要。甚至以为可以不用做出选择，好，但是我们知道，好，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好，那但是信的人呢，罪就要得到赦免。耶稣对待比拉多的气度和高度，好，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好，那他其实如果再跟比拉多对话下去，耶稣跟比拉多的对话，也就是耶稣跟外邦人的对话。好，不论你是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或是你就是在犹太巡抚总督府里面上班当官的比拉多，耶稣都愿意与人来分享这份真理。可是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呢，他被揭穿之后呢，他反而更进一步的想要认识耶稣这位救主。比拉多被揭穿之后呢，内心被揭穿之后呢，他却反反复复最后他是硬着心洗了手，然后以为没罪，但是呢，他后来他也是跟犹大一样，上自杀而死。那犹太人在纪念出埃及记得救的逾越节期当中，这是一个他们世世代代永不忘的逾越节，但是他们却在这的纪念得救的日子，却亲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甚至要加速他的死亡。那也求主让我们不陷入这样魔鬼的谎言，而是能够一生来仰望十字架，而不是把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今天的受难周 Good Friday 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像我们也亲眼看见耶稣怎么样来被鞭打、受刑罚、受鞭伤，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得医治，也使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他断气宣告成了。愿圣灵把这些的话、这些的字句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每一次想到耶稣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要受到试探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罪的代价就是死。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为我们付上这死的代价，也求主既帮助我们，让我们远离一切的罪，也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也能够让我们如同约翰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我们能够更加的孝敬我们的父母，能够更加的爱我们的亲人，也更加的珍惜照顾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羊群，都能够有主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把今天还有今天晚上在迦南教会要举行的联合圣餐礼拜也交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依然也能够思想领受主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曼双，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曼双，大家平安。牧师，平安。宝贵是这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
家。